这里是广州越秀山体育场，今晚2026粤超揭幕战在这里打響，精彩一觸即發。2026年廣東省城市足球超級聯賽25號晚正式拉開帷幕，揭幕戰由東道主廣州隊迎戰江門隊。作為純粹嘅群眾性賽事，今屆粵超嘅所有參賽球員都冇職業註冊記錄，涵蓋教師、學生、消防員等各行各業，係一場真正意義上嘅草根足球盛宴。感覺現場氛圍怎麼樣呢？非常棒，看我嗓子都喊啞了，非常棒。希望我們的粵超就像我們的經濟一樣，越來越棒，越做越好。可以看得出來，兩場的江門和廣州這兩個隊，他們都有很認真的在備賽。他們踢球，我其實是看得很心驚膽顫，就是很期待球進。只能說雙方的都非常的焦灼。今屆粵超匯聚咗全省21支地市代表隊，超過800名隊員參賽，設置超過120場比賽，橫跨常規賽、淘汰賽同總決賽3大階段，更加覆蓋5·1、端午、中秋、國慶等多個重要節假日。It's crazy. I mean, look, everyone is like cheering. You don't have this in other. Well, it's football, and it's language. It's a universal language. Everyone likes football, and regardless that we're all from other countries, we're Chinese, we're cheering for them. We're cheering for Guangzhou. So go, Guangzhou! 賽場之內為榮譽喝彩，賽場之外賞嶺南美景品特色美食。體育搭台文旅唱戲嘅融合發展模式，為城市增添咗全新嘅消費活力。